国际消息来看，去年10月联合国成立满80年，不过这阵说是表出债务危机，主要原因是这会员国欠会费。古提瑞斯秘书长张德发公开批，强调讲成员国若是阁唔纳钱，这资金可能今年7月就会到底。位于美国纽约曼哈顿东河沿岸的联合国总部是二战特别结束的时阵，美国总统罗斯福创造成立的国际组织。目前有193个成员国，伊的会费意向之一，各国经济规模来分担。也毋过，即马所传出联合国当面临成立以来上大的债务危机。秘书长古提瑞斯不得不发出公开批，呼吁成员国赶紧纳钱，若无资金，真可能伫7月就要用了。纽约联合国总部8月就要被别关门，更莫讲9月的联合国大会。Although more than 150 member states paid their dues last year, we ended 2025 with a record $1.56 billion in outstanding dues, which is more than double that of the previous year. 除了成员国欠会费，另外一个造成联合国债务用了的原因，就是要将无使用的资金退还给成员国的规定。根据 BBC 报道，联合国的债务困难都是无收到钱，各方要求退还无实在现金。美国总统川普无偌久之前，才宣布成立和平委员会，搁在1月份较早之前退出包括联合国31个机构在内的国际组织。对联合国，川普批评伊未当善加发挥，搁未当支持由美国主导的和平努力。也毋过，任期已经进入第2个5年的古提瑞斯顶日才警告，单极强权也是两极对立，对世界和平并不利。Global problems will not be solved by one power calling the shots, nor will they be solved by two powers carving the world into rival spheres of influence. 2020年顶一个总统任期尾啊，川普才表示美国伫为所有的人付钱。即卖美国已经是欠联合国上侪钱的国家。根据联合国高级官员向《纽约时报》表示，目前美国欠的钱大约占联合国无纳款项的95%，排名第1，委内瑞拉第2，已经失去联合国投票权。墨西哥第3，也毋过有计会延后付钱。公司新闻安如梅编译。